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会完工。那我们也会找 OT 厂商来协助我们大台南地区的养殖渔民来做好我们整个水产品的内外销的工作。在头前一档，咱的 OT 厂商就必须要交咱的渔民来客座，至少要收3000吨我们的渔民所养殖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台湾鲷、我们的虱目鱼。另外，在咱生产较济量的时阵，也要个人处理1000吨的面积的数量。所以我想，对咱这个基地落成以后，对咱台南地区咱养殖渔民，不管是内销外销，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来照顾更多的养殖渔民。因为现在第2代的渔青基本上都会有自我品牌因为你要找加工厂帮你代工没有，但是这次那个冷链做起来，他可以愿意帮我们代工，我们有地方去帮我们做我们的产品来销售我们自我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说，其实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乡下是有在做事的也要顺便跟现在的消费者说，养殖这一块其实渔民的用心，那消费者会吃到它的高品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咱台南市的面积真宽，是全台湾第2宽的水产养殖。但是呢，咱过去拢饲沙巴啊，饲台湾鲷也有吼。但是呢，这个水产要增加竞争力吼，咱的这个冷链加工一定要做好这会当卖到较远的所在，譬如讲卖到中东伊斯兰世界还是讲要卖到欧美去所以若准咱的这个冷链无做好，咱的加工无做好的时阵，有当时迄个运输的成本甲这个鲜度就会受影响。真感谢农委会甲咱补助，咱总共第1阶段有1.4亿1.44亿这个渔业署甲咱补助一半。咱希望讲真紧的时间来动工动工来紧来完工会当来帮助渔民增加咱的这个竞争力。你好，是阮家欢收看9月7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昨7股一场高压电的意外夺走3条生命危险，拄互2个家庭破碎，冒因经济陷入困境。对此，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甲这位议员想要到殡葬所关心家属，并致敬罹难者10万块慰问金，希望各界协助，互因度过眼前的难关。4名工人6号伫台南7股6坑码头采收粉叶，正准备收尾，操作吊车时，无小心交到高压电线，拄了夺走3条人命，互2个家庭破碎。因这中秋却发生这款的悲剧，使人遗憾。其中5岁工人的太太也无法度接受事实，毋知以后日子要安怎过，哭甲使人心酸。加上阁是继续好2个囡仔也阁细汉，经济陷入困境。另外5岁兄弟的离开，嘛互厝内一摆失去2个后生，毋过强忍悲痛，甚至也安慰5岁工人的太太。对此，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甲这位议员拢一一到殡葬所关心，并且致敬每一位罹难者10万块甲胜利基金。希望社会伸出援手，持续关心这2个家庭。发生的这个不幸的事件，家属真的有点令人心酸呐。那尤其一个是中低收入户而且还有孩子刚满打9年为国小1年。真的社会大众，我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成立一个基金，那也有公布账号，那希望社会大众容易呢捐款入这个账号成立一个基金，让这2位孩子呢，未来有后顾之忧，能够为这个社会大众尽一点力量来关心，让他们能够勇敢的长大这是我们议会所有的期待。那另外2位呢，也是英年早逝，那我们代表台南市议会来这边做个适当的慰问。那希望社会大众针对这个事件呢，我们能够再次呢抛砖引玉
祝这个孩子呢长大成人。发生这件不幸的代志吼，我想包括议长第一时间佮各界议员的站出来，希望呼吁咱社会大众来协助，包括咱电脑爱心会也协助着整个后小姐送终的协助。我想后壁路佮足长。需要咱所有社会各界，我们社会各界继续来协助他们。我想事情真的发生的太突然了，我们以同理心，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一起伸出援手，不论是小朋友，还是说他们后续的家庭状况，都需要我们继续来关心他们。议会第一时间来关心，只是抛砖引玉，配合公部门的照顾，不管是教育还是生活上，拢真需要社会大众斗相共。议会嘛公布中国信托中台南分行的小伙甲户名吴嘉玲，希望共同帮助两个囡仔就学成人。台南新闻军自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两名远景顺治以后，后续林立甲装备等需求，成为这届议会总质询关心的焦点。其中议员黄丽椒就针对电击枪等装备的采购，敢有符合基层的需求，加上林立的需求嘛，一一进行总体检。台南议员远景执勤不幸顺治，市长吴美铁已经答应提拨5000万第二预备金来改善装备。对此，议员黄丽椒总质询进一步关心基层远景执勤的时所需要在装备，敢真正符合需求，伊向警局来反映。对此，警察局长表示，针对内外勤无同的需求甲意见调查，已经列出优先顺序来盘点。市长吴美铁嘛表示，警察人力甲配备拢会陆续到位。基层员警的装备是否足够？我等一下再让你答。哈，那第二点，基层员警的装备是否符合执勤所需？那第三点，是否知道一位基层员警执勤时需要携带多少装备？还有第四点，是否知道基层员警自行购置设备之情形？要重视基层员警的一个需求，争取到配置预算能够到位。我告诉你，那个部长说的，大概开了去啦。所以你看，能够保护我们的是谁？最基层、最基本的一个员警。所以在这一个方面的一个预算，绝对袂使欠。这个我们警察、消防的预算穷不能穷警察，苦不能苦消防所以说我们都会来，因为这是跟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所以说我在上任的时候就增加了警察跟消防的这个危险加给，繁重加给，这个部分就花了5.5亿了。每年不是只有一次，因为我的增加上来就不可能再减下去了。然后在2年前也增补了110名的警力调到台南，110名的警力，然后陆陆续续就补到位。会中议员嘛关心阿兰区违建无度排毒，造成后尾巷污水沿河接管工程出问题。对此，水利局回应，依照法规，只要违章建筑影响污水接管工程，一定会发文限期14天改善。住户若无家己拆，限期7天以后，干务局就会强制拆除。台南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警政甲消防因为甲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所以对着两个局处的需求，议员通常拢会积极替因来争取。其中议员杜素银针对林德文县消防分队甲德兰派出所的革命老旧需要迁建议案，伫总质询嘛传出建设有谱的好消息。议员杜素银表示，有关林德区的文县消防分队伫基美事业的用地起到单已经超过30单，不止建文老旧，嘛因为上下影响出车。另外，德兰派出所的办公厅舍同款老旧无够使用，所以提案建议市府迁建到昆仑路中军段923号以后，目前已经编列80万的都市计划变更委托服务经费。
伫总理孙表达肯定，希望加速兴建进度。因为迄地是农业区，农业区，咱爱变更到咱的机关用地，机关用地，所以讲，真感谢市长，也感谢你，你答应了，消防局就马上处理了，然后就是竹南所甲消防局做伙来起伫即块场地迄个顶管，来回到迄个路顶遐遮，即块起起来，遮25米咯，咱要出车、要救护、要迄个救援，什么都非常的方便吼。伫遮嘛，感谢黄市长你的支持吼，这拢是做公德的代志吼。会中议员嘛关心林德区胜利路、新店路破损以及桂林区成功路路边问题，除了要求拓宽改善，干务局嘛回应两项工程分别编列1200多万甲1亿5000多万，除了改善道路开辟时卖施作雨水下水道，一并解决交通甲排水。咱的新闻军自林光采访报道。文化首都台南迎接建成400档之时，议员陈英丁对啦具体建议观光旅游局规划参照文昌帝君的课场路线等等，甲台南相关的专题来吸引游客。另外嘛，要求文化局针对古迹景点文创商品的精选，一定要符合代表性有卖点来持续行销台南。配合农历7月，台南市除了妖魔鬼怪特点，嘛推出探访台湾上强女鬼的糟蹋游艇，引起话题。所以议员陈英丁伫总理孙建议台南迎接建成400档，会当开辟类似甲台南相关的故事，并且兼有文化深度甲观光旅游的专题路线。参照文昌帝君的课场路线，开始俯下人景，推出กี服务来延续列调。众神之都的格局也可以显示我们台南的文化，而且话题性又可以吸引这个来自全台湾的人潮来到台南哈。我们是不是还有在规划类似的路线？除了一个考场得意、考场顺利、成绩好以外，其实他们还可以了解这个宗教的文化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一兼好几得的一个好方式哈。所以我希望说，不管是文化局、管理局，可以加强来开类似的路线哈。其实台南实际上来讲，比较知名的其实是我们的众神之都嘛，这里面有很多传奇跟故事哦。我们就拿清朝4大奇案其中一个陈守娘的故事来做成一个导览的游程哦，这也搭配我们本身在做的城市导览的路线，我们多了一个主题性的一个游程哦。是，那接下来非常有趣啦。是，其实刚刚议员建议的哦，包含说这个考生的这一个什么魁星啦、文昌君的这个路线，其实也都在我们接下来的规划的内容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各区各自找到的一个主题来做。议员会中嘛进一步检讨古迹景点文创商品的精选标准甲试卖情形，希望让旅客来到咱文化景点会当有代表性的纪念商品参早登去回忆。所以对封口机、锁匙圈仔，也是搭冰箱的吸铁等纪念品来看销售成绩。第一名是赤坎楼的钥匙圈，那第2名就是这个安平古堡的冰箱贴哦。那他们还是这个第1名跟第2名哦，所以其实，在古迹区里面的商品，大家其实还是希望它跟古迹的意象有一些连结哦。那其实还是会比较容易让他们想要把它带回去啦。所以我想这个跟古迹相连结，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哦。其实从销售的这个成绩也可以看得出来啦。所以我觉得要卖什么其实还可以做很多的一些讨论啦。所以其实我们都有这个甄选啊。那当然这个纪念商品，其实为了是要创造这个2次的这个消费那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营收来源也是为了要传递文化的意涵跟景点印象的目标，所以设计性很重要但是想问一下局长到底这个我们甄选评选的标准是什么？我想我们有一定的评选标准，第一个一定是要跟这个城市的文化有所连结了，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跟这个城市文化没连结的，基本上在初审的第一关就会先排除掉。是。那另外就是我们也邀请一些评审委员来帮我们来做相关的一个审查啦。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在每年甄选过程当中的一个标准。
身为文化首都的台南，将赢家建成400档，如何对文化角度来创造观光旅游的话题，规划专属于台南代表性的商品甲专题路线，持续行销台南，达到期待。台南新闻军志林根采访报道。西北西南的说明会。先歇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静心生技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静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是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那么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有众神之道的台南，为了保存宫庙的工艺文化，台南市首次推行宫庙博物馆认证的制度。第一站来到台湾首庙天坛，举办天公作美特展，加深市民对庙宇、对在地工艺认同。台南市的宫庙数量是全台湾上济、上密集的城市，而庙宇嘛记载了足侪项传统工艺，是宗教甲艺术的结合。为了加深庙宇以及市民对在地传统工艺的认同，
台南市首度推动宫庙博物馆认证制度。咱是一个众神之都、千庙之城，所以咱坐宫庙，是咱台南市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宫庙是地方的文化中心，是地方的博物馆，是地方的美术馆，因为内底这些工艺品拢非常的精彩。有当时也无时间，也唔知影讲要去欣赏遮，所以感觉非常无彩。所以市长要求文化局、参文处处紧来推设这个宫庙博物馆这个计划。其中，台湾首庙天坛大日之时，特别举办展览。市长黄伟摕除了首次颁发宫庙博物馆认证，更伫咧现场书写代表天坛1、2版，期待未来有更较侪台南庙宇加入宫庙博物馆的计划。咱的宫庙甲艺术嘛有密切的关系，真侪，比如讲，咱画这个庙门还是做这个雕刻，其实拢是为庙龄开始。真侪宫庙嘛有伊的镇殿之宝、镇山之宝，迄几百年的，拢总是有非常艺术价值的，毋那是宗教价值尔。咱台湾小庙真大，会当讲，整个会当讲，咱大个宫庙条款，共同为着台南市，咱台湾也好，咧宗教文化的艺术，大家进一步来迄个融合较好。照着即摆的计划，希望会当促进台南市宫庙文物保存以及维护意识。民众到庙宇参拜的时阵，会当加开一寡时间来欣赏宫庙之美。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今年地价税将伫11月开征，再次提醒纳税人，如果符合自用主体土地所款人，要赶紧伫9月22号进前提出申请，申请通过，今年地价税得当适用2/1000的特别税率，就足升了4倍。一旦过期申请，在明年才会当适用。地价税征收将要伫11月开始，尚要审核包，民众会当伫9月22号进前提出申请为自用主体地。也毋过，一般用地甲自用主体地差别到底伫咧倒位？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它是2/1000，是比较优惠的单一税率哈。那一般的地价税的一般用地的土地是10/10到55，所以它一般的话就是至少差4倍。税金至少升了4倍，也毋过有人因为疫情超过2档无转来，户籍互户政机关依法迁出。地价税敢会当继续用自用主体地的税率？109年和110年，因为户籍遭迁出的话，它的自用住宅被稽征机关的话改成一般用地的话，只要在112年9月22号之前提出申请，还是可以继续享有地价税2/1000的适用特别税率哈。好康的机会就要主动申请，符合资格的民众除了会使到财税局柜台办理。嘛会当到网站申请，若是讲进前已经有申请通过，土地登记的人以及用途拢无变，就免阁提出申请。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感谢收看9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